普通的大夫，然后我头痛去医治。啊？文秋，你，我要特别甲你讲，我是富太的小妹，本名叫做傅文秋，傅文秋的名义要来感谢你。将军，文秋，我虽然奉命要来感谢你。 也毋过，我从来都毋捌踮皇上的面头前讲过你的歹话，就是连阮大兄，我人今要天道，我都毋捌做对不起你的代志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真好呢？ 文秋，文秋，你较勇敢啦！文秋，文秋，你安怎？翠娘，你回来！我将恁爸庙已经送倒去原籍，甲恁同爷同嫂倒斗阵。多谢，那安尼，我着放心了。文秋。 你会当别调解咯，将军，你要小心皇上，已经怀疑你对伊的重视。文秋，文秋，卿爷，我一摆进京的时阵。 有听人伫咧讲，国舅李用刀已经被皇上免去官职。恁虽然勇立有功，也毋过文情为人阴险奸诈，有道是料尽疆场。你家己想看咧，连伊家己的阿舅都无法度通好保全富贵，也你莫讲，莫阁再讲。无讲要哪会用的咧？这是关系到你的前程啊！
庆瑶，我听翠娘讲，细云手要死的时阵，讲皇上已经对你认定，你是对伊不忠，伊敢会免去到你的官职？夫人啊，你遐做是要创什么？大将军，我将有一件代志讲出来，惊会触怒大将军。是什么代志？做你讲。是，我将认为彩礼忽然逃走，真有可能是去京城向皇上告密，玩弄是非，来陷害大将军，替伊的胞兄报仇啊！我才不爱相信，皇上，伊哪肯听你的话啊？一定是你伫咧骗我。不，我无伫骗你。我讲互你听，我讲互你听。来，你紧讲啊！皇上啊，伊若毋是全靠我，到这样阵还阁是委屈咯。伊是要安怎定记？这句话是安怎讲的？大将军，你紧讲嘛！先王本来就是传位庙14阿哥，哼，我就代别一回啊，改改第4母子，哈哈哈！我将大清国的历史改。我遍体两行，心胆战，我只望世间啊好头天。梦已成就啊，我难改变。不提危机哦，在眼前。庆瑶，你是毋是我对彩礼讲过什么机密大事？你今日强去向皇上告密是？庆瑶，满意逃走。你无负是，迄个彩礼报仇是比无义。大叫对你极不利，阮劝君自保无敌意。我前讲好代哦，古这天哪怕风林真残忍啊！伊温情阴险，虽不见。伊待我如兄弟啊，情义坚。大将军，你请用我将。真义眼，幕下兵马是保的万啊全。照你回京，切莫犯你将此应不是见的良难。你竟敢跟我造反！大将军，我将毋是这个意思啊！坐口！阿上阿倒啊，将高上位抓起见！啊！大将军，行啦，咱行啦。行啦，大将军，行啦，行啦，行啦。看破镜。你也能请教，要求单独议定。
为着就是要照明这件代志是。是，因为神女知影修改诏书迄件代志是非同小可，皇上一定无愿意被邦人知影。冷清瑶实在也太无小心，这种机密大事，竟然会轻易对你讲出来。求皇上下旨，将连清瑶处死。来哟！就将彩礼推出去走。是。皇上，这是为虾米？你毋是讲迄件代志非同小可，恁无愿意互知影。既然你知影，恁就无用英文，你搁再活落去，推出去走。是。臣妾叩见皇上。免礼，谢皇上。想袂到你竟然会皈依佛门啊！臣妾自持珍言记了，富贵难见，因此看破世情，将这个永亲王府的厨房改为佛堂，希望替我善意撇无相。哦，想袂到你竟然也会想要长生不老，寿幸成仙啊！阿弥陀佛。真好。如此一来，朕就会用放心来相信。相信你袂自将迄件代志传出去。臣妾在此受刑，不见任何你。皇上，你只管放心。唉，朕是要安怎放心呢？已经有人自将修改诏书的代志，讲互伊的爱妾知影。什么人？天地间只有4个人知影，朕袂讲，你唔敢讲。阿舅已经在家养老，你想，还阁有啥物人会泄露出这个秘密呢？林清瑶，无毋对，是伊。朕爱伊死，但是伊兵权在握，朕恐惊伊会因此谋反，所以我才会来到这找你，叫你卜一个卦，算看伊是毋是会谋反。皇上，唔免卜卦，林清瑶袂用刣。为什么？皇上。皇上的心百里，该照之事是袂用的讲，以何罪名害伊亡？我定伊罪明并不难呐，是条必条正如山。将。
众人见你不占重视，什么人敢安心做官？什么人愿意对你尽忠呢？皇上，你登基无偌久，稳固江山要紧，除非林庆尧犯下叛国大罪，罪证充足，也若无，林庆尧是袂用个杀。大将军，锁匙予我，是，你摕下。怎么样？也唔出来信。多谢大将军。起来，你倒转去滚呀！是。庆尧，你竟然亲自来这放走上妃，那安尼讲，你唔着肯接受伊的建议啊？无可能，我永远是袂背叛皇上。皇上对待我，如同亲兄弟同款。亲兄弟嘛是共款，互伊残害，就亲像14阿哥安尼共款。义翠，如果你也今日认为你用冤走可非，找你的王叔了，连你的冤有剑，无人会去饶你。庆尧，我还阁讲啊！我听到你的声，真讨厌。你甲我走，走愈远愈好，我永远无要见你。你给我离开！翠娘，你唔通怪我，菜咧一定倒转去向皇上告密。我落雪是有介诏书的秘密，皇上绝对袂放我的干休。我知影大好临头，无愿意连累你，所以才逼走你。但愿有一天，你会当明白就我一片的苦心。将军啊！将军啊！将军啊！大师母，大师母，迄件声吼，派钦差摕急旨来宣通呢。心里。
你。